大家好，今天老师介绍给你们一下，这个是蒙氏铁质几何键盘，用来做什么呢？你们帮助写字的时候可以拿它来练一练，怎么使用呢？大家一起观看。你们还记得怎么使用上手指？现在我们使用上手指拿笔。大家继续看看。老师已经画好了两个范形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继续画一画直形。换别的颜色。老师已经画好了很多树形了，你们可以一起练一练，以后你们的字一定会很好看的。谢谢大家。